甘心做伙来敬拜。的罪过，有话伫我的心讲，伊的目睭中无惊上帝。圣诗298首，请大家做伙来吟，请起立。必须。
早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出声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叫阮脱离迄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的保证。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来到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伊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交托，启应文22篇，咱三九来启应，我来启，请大家来应。来啊，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来称赞，请求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伊统下地极深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伊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这是咱三甲阿头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拣选，互阮有即个福分，借着耶稣基督得到顶头生的机会，互阮无论伫什么境遇，拢会当得到对你来的平安。主，阮感谢你。阿爸天父，阮过去即个礼拜，有时因为无闲过了真紧，也有时因为烦恼忧闷，也是身体艰苦，连10分钟嘛感觉若足久的。啊，毋过不管是因为欢喜的时阵，阮轻飘飘；也是艰苦的时阵，阮感觉步步难行。啊，毋过感谢主，你伫陪伴阮，互阮会当搁一摆来到拜堂敬拜你。主啊，阮满心感谢。伫即个时阵，也求你帮助阮，独独注目伫你，用清气的心思意念来听候你要对阮讲的话，也保守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会使诚做芳芳的坐到你的面前。愿你来欢喜接纳。亲爱的救主，你是大权能的主，你是阮性命的主宰。求你帮助阮时时掠你做头，伫任何时阵会使行出你意爱的款式，做你伫世间的好见证。主啊，阮也恳求你帮助阮教会对牧师、长职、兄姐彼此来同工，成做一体。时时祈祷对你来的共同的意向，心思合一，万项事撒过来，互阮教会真正行出你所意爱的团契生活。到迄时，你就会将得救的人送入来阮教会。主啊，今年的地动、风台，甲最近的光复节堰塞湖灾害，造成台湾真大的伤害。最近的低温
也造成人民生活的影响。求你保守、保护阮所爱的台湾，嘛保守引带阮人民会使同心合一，才会当抵抗遮个灾厄，也是强极。最后，阮也要为教会中因为爸母年老、离世、烦恼、悲伤的兄弟，也是身体欠安、治疗中，也是心灵艰苦的兄弟来祈祷，求你的圣神甲因得的，随时成做因的倚靠甲安慰。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免。赞美，请本堂圣歌队来献诗，因的吟的是我心称赞。
圣经强托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加略太人书第2章20节，我来读。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也固伫我，毋是由原我，就是基督踮伫我伫我，搁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我，是在伫信上帝的囝来我，伊捌疼我，替我献家己。讲道，今仔日咱请本堂道牧师来证道，伊的题目是盛开的生活，健康的教会。多谢。伫一个人甲人的关系哪来哪切磋的时代，有当时一个信仰真实的团体生活，会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来，咱先用咱头前后边遐个姊妹，你甲讲，看到你真好，看到你真好，看到你真好，是看到咱大家咧拍招呼的时阵，迄个真，迄个古水的笑容。我相信咱拢知影，有这个机会当三甲来做礼拜，真正好。来，先要甲咱请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讲，教会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教会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款的团体？想看卖一个，教会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教会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款的团体？还是讲，教会对你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所在、足重要的团体吗？若是这个答案是是，安尼是安怎？你感觉教会足重要？若是这个答案是可有可无，若是安尼，你感觉教会是安怎？互你感觉到可有可无？我毋知咱有三角有机会来讨论这个问题无？但是你也愿意，不管你是要用赖的方式赖互我，用 email 方式发互我，还是你会当写一个纸条，互我知影你心中的答案。既然咱知影讲，这是一个大量运用科技的时代，问题就是讲，这款的科技看起来足方便，但是伫足方便的时阵，到底这个方便是带来咱生活上的方便，还是咱感觉讲，这个方便有当时互咱人甲人哪来哪切磋咧？就亲像讲，有当时啊，家咧无闲，有1、2点钟无去看到我的赖群组，有可能是赖群组伤过头济，所以有当时啊，1、2点钟无去甲看一个时阵，有当时啊，坐的时阵会坐到1、200通的通知里内面。所以你想讲，我真正有时间好好去看遐个通知吗？有当时啊足难的，有当时啊足难的。所以有当时啊，咱现阵讲有一个赖伫的时阵愈方便，但是迄电脑互咱哪来哪，不管是面对面，还是手，咱卡一个手机啊，联络的机会嘛无。所以有当时啊，就是咧讲，看起来一支手机啊，互咱真正联络真方便。但是有当时啊嘛，互咱的生活，互咱的世界，就锁伫这个手机啊内面啊。所以，才有一句话咧讲，在一个疏离的时代，拥抱真实的信仰群体生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亲像咱所读的经文，来，咱搁做伙读一遍。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也具伫我，毋是由原我，就是基督踮伫我伫我。搁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我，实在伫信上帝的囝来我，伊捌疼我，替我献家己。你中文这句话安尼讲：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所以这个经文真短真简单。但是咱要安怎互基督活伫咱的心内？咱要安怎搁伫基督内面来活咧？有当时啊，即款咱若甲伊当作只是口号尔尔，咱若只是甲当作是一个知影的一句话尔尔，
有可能对咱的性命、对咱生活帮助就无大。特别是咱咧讲的这个团体生活，这个信仰团体，不只是伫教会。当咱离开教会时阵，这个信仰团体嘛会使是伫咱的厝。这个信仰的团体嘛有可能是咱读册的所在、咱工作的所在啊。所以，当咱较无互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中间的一份子的时阵，成做咱家庭的头、教会的头，甚至伫工作的所在、读册的所在，成做引带咱的头的时阵，咱就爱知影讲，咱拢爱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咱的生活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咱的头，咱的主耶稣。特别是伫咱的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的内面，常常会甲咱提起两个观念：一个就是健康的教会，一个就是健康的家庭。健康的家庭要安怎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这个议题有当时会包括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这个亲子的关系不只是父母甲囝儿尔尔，咱嘛会当扩展甲变做阿公阿嬷甲孙仔。甚至规个家族内面长辈甲晚辈中间的关系，一个建立健康的家庭，有可能嘛爱重视的，就是一个家庭的教养的模式。所以咱顶礼拜有咧讲到，有当时啊，咱做父母的可能爱较忝一丝，咱做父母的可能爱较忝一丝陪咱的囝儿孙做伙来第一堂的礼拜，第一堂的礼拜了后。伊年纪，甲准是国中、高中的，你着鼓励伊去少年团契；若是大专、社青的，你着鼓励伊伫第一堂礼拜煞食早顿了，会当留在遐继续伫遐做一个交易，做一个开讲。这个交易、这个开讲，有可能会关系到因大学的生活、读册、工作的生活甲工作。若是安尼，咱这个团体生活，就不只有做礼拜尔。伫做礼拜结束了后，咱阁会当延续去无共款的层面，继续伫信仰的顶面追求。甚至有当时啊，咱若讲到家庭的教育，一个健康的家庭，讲实在话，有当时啊，咱做父母的，咱做阿公阿嬷的，会当互咱的这个家庭上好的安全感、上好的教养的方式、上好会当互咱的囝儿孙学习的模样，其实就是咱的夫妻关系。不只是咱的夫妻关系，包括咱的兄弟姊妹。当咱甲咱的兄弟姊妹好好啊斗阵，咱的夫妻关系处理了会好，其实就是互咱的囝儿孙上好的一个合适的模样、教养的方式啊。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咧讲过程是上重要的。这个过程有可能咱是用陪伴的方式陪伴咱的囡仔，三个来做礼拜。这个陪伴的方式，有可能是伫咱的厝内面，甲因来开讲。但是，咱若倒转来咱教会，咱会当看到，当咱鼓励咱的囡仔，甲咱做伙来做礼拜，鼓励咱的囡仔，互伊的信仰会当伫个生活内面活出来。鼓励咱的囡仔伫团契中间，伫无共款的活动的中间，来建立人甲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伫教会服侍、团契服侍的中间，嘛会当互因有一寡培养因的能力、态度的机会啊。就亲像讲，咱11月22日下晡，咱教会要有一个事工的检讨会。这个事工检讨会原本有一寡同工会感觉讲啊，咱拢伫遮咧报告今年几月几号做啥物款的代志，几月几号办啥物款的活动，这毋是咱的好会就会来讲，这资料互咱的兄弟姊妹啊吗？无毋对。所以咱的检讨会无需要过来报告讲，咱今年几月几号做着啥物款的事工、啥物款的活动、啥物款的聚会。更较重要的是，伫这个研讨会中间，咱的组、咱的单位、咱的团契提出因明年度的方向，提出因明年度的计划时阵，咱会当做伙来想看卖一个。举一个上简单的，则有一个亲子讲座，这是甲咱的社宣组的组长总医长都有小可讨论过。咱若是日期已经出来啊。讲完已经出来啊，内容已经出来啊。若是安尼，甲你有关系无？亲子教育讲座，甲要讲到亲子伫 AI 时代教养，哇！啊，我的囡仔拢大汉啊出去啊，安尼甲你敢有啥物关系？啊是咱遮教
独身无结婚的，还是青年人还未结婚的，这甲你敢有啥物关系？有哦，关系真大哦。比如讲，咱来用咱教会来讲，社宣组办这个活动的时阵，咱的服务组、咱的教育组、咱的传道组会当斗相共什么代志无？而这个亲子讲座，若是有爸母带囡仔来，囡仔伫遐走来走去，甲互爸母无法度专心来听这个讲座做讨论的时阵，这囡仔，咱有可能讲，不管是咱的社青、咱的大专青年，还是有啥物人，伊会当肯来讲，啊无将这囡仔带去幼儿园的所在，互因有一个足安全的所在，伫遐佚佗也好，听故事也好，互爸母安心来听这个讲座。甚至你也感觉讲，啊，这个日期我有其他的同学，我有我的代志无法度来。若是安尼，咧宣传的时阵，你敢有法度帮忙斗宣传？不管是用电子档，透过你 FB、Twitter 还是 IG， 还是有纸本的宣传单出来的时阵，你有法度摕去互你厝边，才会甲少年辈的爸母看无？甚至讲实在话，昨昏嘛有一个阿嬷咧甲我问讲，哇，这个时代，咱的国校、国中的教育，真正甲较早足无共的，连伊。看到家己的孙仔，嘛毋知要安怎甲伊讲话；看到的孙仔，嘛毋知要安怎做一个阿公阿嬷会当做的教育。若是安尼，这个讲座你就爱来。所以咱通看去，一个短短时间的讲座尔尔，甲你有关系无？甲你有关系无？绝对有啊！就亲像讲，搁再问咱大家一个问题：你敢有印象？今年暑假咱儿童主日学的夏令营是啥物时阵来举办？几月几号？你毋免记甲遐条。7月初、7月中、8月底，有人有印象哦。啊，有人其他的人呢？无啥印象吗？其实这就是咧讲，当咱研讨会会当从明年度咱有一寡较大的事项确定落来的时阵，咱会当避免，比如讲，咱的夏令营一到，咱的爸母讲啊，嗨啊，无拄啊好。这个日期，阮半当前就已经计划好要出国去佚佗啊，所以阮的囡仔无法度来。啊，无拄啊好，阮进前中南部的饭店已经订好啊，安尼阮的囡仔无法度来，就会使避免安尼啊。所以今仔日咱咧讲教会对你来讲，你感觉有啥物意义？教会这个团体对你来讲有重要无？有哦，咱每一个在座的人拢足重要的哦。今仔日咱无要甲时间开立，要安怎讲一个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的顶面。咱今仔要先聚焦，要先 focus 伫一个安怎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但是咱无要讨论方式，因为方式对咱来讲，有当时啊无法度做伙，大家做伙来讨论。因为咱的兄弟团体需要的，妇女团体需要的，夫妇团体需要的。基石团体需要的小基石、亲戚、少戚，也是咱的儿童助理二所需要的，拢总无共。所以这个方法，咱无伫遮，咱三个来讨论。但是今仔要互咱思考一个健康的教会，需要的是啥物款的精神态度，啥物款的本质啊？这有一个问题，咱过来想看卖一个：啥物叫做是有身体的教会？啥物叫做是有身体的教会？我相信这对咱一个信仰的团体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咱若只是礼拜日做礼拜时间到咱来，做礼拜时间煞咱就走，安尼非常非常可惜啊！有当时啊，咱会讲人有800种，其实基督徒嘛有真侪种。咱若倒转来，咱的新约来看，伊真侪使徒保罗所写的牧养、这爱批，互无共款的教会时阵，咱有可能会看到，有的教会有无共款的问题，有的教会有共款的状况。但是不管安怎，我相信有一寡状况有可能咱嘛捌看过、听过，比如讲。有人圣经真正读了财物足饱的，圣经内面大大细细的事，有当时啊，佫比牧师佫较清楚。
但是有当时咱嘛看到主耶稣，伊嘛讲到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做法利赛人。是安那耶稣有当时讲到比如讲到故事，就会去讲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离耶稣的眼内真正遮尔无好吗？讲老实话，法利赛人是一个学问足饱的一个团体。法利赛人是一个知捌圣经的一寡律例非常清楚的团体，甚至什么时阵该禁止祈祷，什么时阵该创什么款的律例，爱安怎做，因拢会照咧做。我唔知影讲，咱中间咱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咱啊，伫今年已经来到11月份啊，伫今年中间，你捌禁止祈祷的请举手，拢无吗？还是已经有人感觉腹肚枵啊，等下咧想讲，唔知咱的便当要食啥？法利赛人，你叫禁止祈祷，伊绝对遵守禁止祈祷的节期。你要叫伊啉酒、读圣经，绝对读甲正人知；你叫伊祈祷，伊绝对嘛祈祷甲互正人知。所以咱若要讲行为来讲，对行为来讲，其实法利赛人所做的行为，真正有当时咱比袂到。但是安尼是啊，主耶稣常用法利赛人来做鼓励咧，因为主耶稣伊咧看的是咱的心嘛。主耶稣咧看的是咱的心嘛，在咱的行为的过程中间，咱是安那要安尼行，安尼做，咱的心是安怎？顶礼拜陈宽义牧师伫遮就有讲到咱作息的咧。主耶稣学落的是迄个寡妇迄两角纽银的钱财，因为那是他的全所有。所以毋是咱奉献迄个钱项偌济。是咱的心嘛，咱的心嘛。所以法利赛人有当时啊，讲实在话，我唔敢去批评因，是因为因的行为做咱家己嘛做袂到。但是咱会当做会到的，就是耶稣咧甲咱讲的，咱的态度，咱的心嘛。同款有当时啊，基督徒做久了，凡事嘛出现保罗所咧讲的，也是启示录所咧讲的。咱敢会怎变做无烧无冷？讲到无烧无冷，伫新约圣经捌出现一个代表的教会，倒一间？老底嘉教会真好，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毋是亲像咱咧讲的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是因为人虽然少，虽然教会细间，但是当大家会友接个成的时阵，因有法度裁派一批搁一批的宣教师出去，将这个福音传到规个地中海地区，甚至后来会当延续到全世界。但是老底嘉教会、老日教会名声是因为因无烧无冷。若是安尼，咱台北南门教会伫上帝的眼中，伫主耶稣的眼中，咱是属于什么款的教会啊？另外有可能嘛足可惜的，就是现在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伫咱的亲友，有人已经洗礼加入教会，但是洗礼迄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开始。后来咱会当看到的，就是咱这兄弟姊妹，咱这亲友洗礼了后，渐渐离开教会嘛有啊。当因开始无来做礼拜，离开教会了后，若是安尼，这个信仰当初伊伫遐要立志、要洗礼，迄个心是安那去拍无去。上惊的是这个状况，咱彼此来影响，彼此来影响了后，到落尾一间本来应该连接伫基督的教会，咱应该是连接伫基督，互基督做头，咱做基督的教会，咱渐渐。手麻、骹麻、袂顶袂动，器官衰竭啊！所以顶礼拜，咱有几个张相片，互咱看过，一个失去使命的教会，一个失去目标的教会，到后壁，因已经释放，互咱看到尾啊是什么款的结局啊？我们要去做游泳池的，要去做游泳池；要去做餐厅，要去做餐厅；要去做酒店的，要去做酒店。甚至有的教会已经变作废墟啊！所以一间教会时间若久袂顶袂动，一
间教会时间若久，手麻脚麻，不动如山之后，这间教会的结局有当时会哪来哪恐怖啊！连倒变一间健康有使命的教会，会当成做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家庭的祝福甲帮助。就亲像倒转来，咱头拄仔咧问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已经有拍袂记啊无？咱第一个问题问咱啥物？第一个问题问咱啥物？你问咱教会对咱来讲有什么意义？教会这个群体对咱来讲有什么意义？教会这个所在、这个群体对咱来讲有重要无？教会是在地群体，咱会当透过教会来连接咱的社区、咱的社会、咱的国家，甚至全世界啊！你有法度想象无？你有法度想象无？是安怎讲？比如讲，咱若对本地本族来看，咱的教会有南门幼稚园，咱的教会有南门高中，入去的飞扬社团，咱有一组同工伫遐带遐高中生。互因有一寡生命品格的教育，一直甲社区的手吉他班、长青乐活班等等。透过这活动，咱的服务这的囡仔，服务这的社区的朋友、厝边，你要甲南门国中咧服务遐高中生啊。所以我咧讲的，咱每一个人拢足重要的，是因为讲，咱不只是坐伫遮做礼拜，咱透过咱的做礼拜，透过咱的奉献。咱咧支持这个事工啊，同款，咱的教会徛起伫遮，咱咧拢创啥物？咱咧咱看到，咱不只是一个台北南门教会尔，佫起哩咱有中会，佫起哩咱有总会。中会有中会机构，总会有总会机构，甚至咱会当看到，伫过去150几冬以来，咱伫台湾上届头前的教育、医疗、科技。甚至社会福利的制度等等，咱的教会早前的宣导教师对台湾有足大的贡献甲影响啊。同款，咱所看到的这影响哪来哪大，但是因的挑战嘛哪来哪大，因为规个社会转速足紧，这个社会转速足紧的时阵，若是咱的教会转了无对调，无够紧。这就像咱多所咧讲的，手麻脚麻的教会，一个无法度不断翻新的教会，咱爱小心，万一去用淘汰的，就是咱啦。所以包括真理大学，包括咱家己幼儿园，拢面对着少子化的影响。真理大学甚至已经有咧讨论，到底要留还是卖留？不止安尼。咱有3间的神学院，包括一个圣经书院等等，总会嘛咧讨论要留、要合并，还是要安怎？所以咱唔通只是伫遮吹着冷气，食着一个便当，快快乐乐的一个下早仔了，咱就倒转去。面对社会挑战，咱诚做这个教会一份子，诚做咱中会总会一份子，咱爱思考咱的未来是安怎？同款，咱的教会不只是安尼尔，咱的教会不只是安尼尔，咱的教会也有跨教派的连结，咱的教会也有跨教派的机构，比如讲，大咧甲咱讲的就是世界展望会。世界展望会过去，因为比如讲一个咱小小的例就好，因为世界展望会因的事干嘛真多。世界展望会过去的非洲咧帮忙，是因为讲过去的非洲真正善食。所以，咱爱互因的囡仔有够营养。所以，过去世界展望会伫非洲所咧做的，就是咱会当用奉献的方式，因派人伫遐帮忙，甚至医疗团队伫遐，互囡仔会当有物件食，互囡仔会当有营养来大汉。但是，真哪来哪侪非洲的国家，因的生活水准嘛开始提高啊。对因来讲，食饱有可能毋是问题啊。但是食饱毋是问题了，来是啥物款的问题？若是食饱毋是问题了，对这囡仔、对这的青少年来讲，因会面对啥物款的问题？教育。
所以世界展望会因真咧杀的，不只是讲提供补助，互因有营养的食物，正开始提供补助，互因有教育的机会。比如讲，正手边有一个姊妹，你看到伊手摕到一个相片，这就是伊参加这个项目的奉献了后，透过每一个月奉献，伊来资助伊手中这个相片的这个囡仔伊的教育费。教育不只是幼稚园，不只是国校，甚至咱嘛期待讲有机会哦，咱读到国中、高中一直去。每一个月奉献会当帮助一个生命有一个想袂到新的未来啊！但是我毋知影讲，这个姊妹有可能你拢毋捌。但是我要介绍这个姊妹的原因，是因为伊家己本身伫国校9年级的时阵、5、6年的时阵，伊就发现一项状况，伊是得到咱俗称渐冻人的病痛。所以渐冻人的病痛，比如讲伊症哪来那严重，你看伊的手摕迄个相片足奇怪的无？因为伊的手连摕迄张相片都足吃力，佮甲毋免讲要摕手机啊，佮甲毋免讲要献圣经。因兜是一个未信者的家庭，过去教会陪伴伊，互伊安尼对国校、国中、高中一直到这个年纪，教会诚做伊足好的陪伴。过去伊的老母老爸对伊的态度非常歹，但是看到教会安尼陪伴伊的时阵，伊的老母的心嘛开始软起来。过去不准伊来教会，真不但支持伊来教会，而且因为伊渐冻人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倒伫门床顶，伊家己无法度起身啊。所以每一遍礼拜日来教，伊的老母就爱照时间去甲扶起来，然后甲抱起来。迄个电动轮椅顶面，互伊来教会做礼拜。一个渐冻人家己无法度起身，面对着过去老爸老母阻挡伊不准来教会，到伫教会安尼渐渐甲陪伴，互伊有信心，互伊有毋忙了，伊的老母有看去啊，伊的老母有看去啊。所以伊的老母每一道看到阮去因兜探访，非常欢喜。所以因老母知影讲，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就爱甲伊扶好。扶起迄个电动轮椅顶面，互伊会当家己用到迄个遥控杆的方式，安尼愈一个来教会啊。但是一个渐冻人，家己无法度起身的状况，伊嘛是有迄个心志，我透过每一个月自动扣款这款的方式来奉献予世界展望会，来支持伊手中这个囡仔伊的教育、伊的未来啊。所以咱会当看到。透过教会无共款的机构，咱不只是服务台湾，咱服务全世界啊！就亲像讲，教会是在地群体串联起全世界。而且讲到马偕病院，咱教会真正感谢上帝，有真侪马偕病院，咱遮院长、医生拢伫咱遮咧服侍。我毋知影讲，这2张相片，你看到有啥感觉无？你看到有啥感想无？但是这就是咱讲的，过去透过咱的伫遮咧做礼拜，透过咱的奉献，透过咱的中会、咱的总会，不断咧对全世界帮忙啊。像下面迄个相片，就是马偕病院，因固定已经有几遍，因有派出一款医疗团队去到乌克兰迄个所在，提供乌克兰做医疗的帮忙。甚至乌克兰嘛有医疗团队来甲马街医院里遐接受马街医院对因的在职训练。顶面咱所看到的有救护车，有拍火车。恁敢知影遮的救护车、消防车是要创啥无？是安那遐救护车、消防车排队啊咧创啥？看起来咱火柴盒汽车共款，要创啥？捐赠，要捐赠互啥？乌克兰吼。上届头前，就是有一个中华的科学家，伊感觉讲，伊嘛毋知要安怎帮助乌克兰遐受到战乱遐的人民，所以伊就去约一寡中华地区的科学家，啊无咱的捐款好无？咱的捐款来买咱台湾，因为咱台湾的公务车拢有一个连线，时间到就算做好用，共款来淘汰。
所以伊就联络遮彰化地区的企业家，咱来观看，啊来买遮的救护车，买遮消防车，啊甲整理好较新的，咱来送去乌克兰。但是因为这个中华的企业家，伊毋知影要安怎处理，伊毋知要安怎处理，所以伊来联络咱的总会，咱的总会过来联络外交部。尾啊，有一个捐赠仪式，这是第一批尔哦，后来还佫第二批，就是将这消防车、将这的拍火车送去乌克兰。同款，无中会总会机构，今仔日讲实在话，若是真正这的消防车、救护车交入咱的手中，咱有法度处理过乌克兰无？但是总会真简单，总会有总会的管道，总会甲乌克兰迄边的教会，甲咱的外交部规个连接起来，这些物件就顺顺利利送去乌克兰去啊。所以我要搁再讲的就是，咱每一个人拢足重要。透过咱伫遮，不管咱咧做礼拜，咱伫遮任何的奉献也好，咱就是伫遮来祝福咱的社区，祝福咱台湾的社会，祝福全世界啊！所以同款，佫倒转来甲第二个问题，到底咱的教会这个群体、教会这个所在，对你有啥物意义无？咱会当看去，对早前500年前、1000年前，西方上介早，不管是医疗，不管是科技、社会福利，基本上拢是对教会发展出来、演变出来。倒转来，咱的教会。也是全世界无共款的教会，咱拢有琳琅满目无共款的聚会活动。透过这无共款的团契、甲活动，嘛会当互咱参加伫即中间的人，不管是人际关系的互动，不管是透过团契互使、教会的互使，甚至过去嘛有咱的青年参与伫中会、总会等等的互使，训练因的能力啊。同款。咱若倒转啊，咱家己的教会，咱有看到，不管幼儿园，不管社区遮手机啊班、长青乐活班等等，甚至每年大多咱有看到，咱有一款社区的亲子讲座，咱就欢迎咱遮厝边有机会，大家拢会当来。但是安尼，若是安尼，咱的教会有一个足重要，咱爱去做的，就是正做一个祝福的所在，正做一个会当接纳人的所在，正做一个会当款待每个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人的教会啊。这个款待的英文内面，伊叫做 hospitality， 意思不只是款待尔尔，好客。好客是什么意思？款待不只是款待尔尔，咱爱温群款待啊。温群交代啊，而且这个 hospitality 不只是好客温群交代，也还有接纳新的思想、能力、理解力。是安那交代的交代，交代人的交代人，还爱有接纳新的思想的能力，接纳新的思想的理解力。咱莫讲新的朋友来甲咱遮，咱莫讲新的厝边来甲咱遮，你只要看你头前后壁咱遮兄弟姊妹就好。咱遮兄弟姊妹，你真正有了解伊吗？伊咧讲的话，你真正听了知影吗？咱若有法度安尼，厝内的兄弟姊妹就袂相冤家啊啦。咱遮做爸母的，甲厝内有2个囡仔、3个囡仔，囡仔会相冤家无？会啊，因为咱无互相接纳，无共款的思想。行为嘛，伊咧想啥做啥，咱无介了解嘛。所以这个款待有好客、温群交代、接纳新思想、理解力等等，拢是平平伫即字内面啦。但是咱来看温群交代 （hospitality）， 甚至病院的 hospital， 其实拢伊的字根拢来自一字叫做 host。host 的意思就是主人，主人。伫咱教会内面，你嘛是主人，咱拢是主人。对任何一个新来朋友厝边，咱就是主人，咱就爱负责来招待款待因啦。若是安尼，你感觉教会这个所在，教会这个群体对你是啥物意义？甚至有当时啊，你家己来到遮，你会感觉平安无？你来到遮，你会感觉喜乐无？你会感觉只要礼拜日来到，你会足期待要来做礼拜无？
团契嘛是同款啊。你会期待参加团契无？就亲像昨夫妇团契有出去旅游，因用的方式真轻松，坐高铁出去，去到当地了后，再去转游览车，大家算落来了，不但感觉真轻松，甚至王光亮会长佫感觉讲哦，啊那只有行7000步尔，遮轻松行7000步尔，我毋知是迄个咱新歌队队长嘛是啥物人甲讲？啊，无你也感觉行7000步尔无够野，啊无你会当对新德行倒来咱教会啊？我毋通哦，要行倒来怎无法度做礼拜？但是当大家伫遐咧交易的时阵，有出现几个新的朋友，迄几个新的朋友嘛伫遐算了真欢喜。伫遐慧娟姐嘛带2个孙，迄2个孙佫伫遐甲我拼，迄2个孙甲我拼讲，牧师你知道吗？明天我要去阿嬷的教会做礼拜。我就想，你阿嬷的教会不是就我的教会吗？佫搞我骗，所以慈云师母就甲讲，那明天见哦，明天见哦。一个交易短短一天，互新的朋友甲咱佫较亲近，连2个幼稚园的囡仔尔嘛，尔足欢喜。我甲问讲，啊恁阿公去日本，啊你哪会要对阿公去日本？伊甲我讲，当然不要啊，因为我今天要来这里，我今天要来这里。所以我毋知影讲，教会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有啥物款，咱感觉有重要无？所以倒转来，咱大多有讲到，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伫这个世界的机体，就是咱的教会。教会有一栋建筑物，教会嘛包括咱每一个人啊。这个教会。伊叫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基督伫这个世界的机体啊，所以咱也愿意做伙来振动，咱愿意做伙来行动。若是安尼，咱的教会一定有机会成做咱的社区会更加严嘛。就亲像有一句话，活动，要活就要怎么样？是啊，咱拢知嘛。活动，要活就要动，要动我们就可以活。伫咱家己的身体健康嘛是安尼，咱的家庭是安尼，咱的教会嘛是安尼。所以愿咱真正对咱家己开始活出一个精彩活泼的生命，互基督正做咱的头。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咱也开始会当哪来哪振动，哪来哪有活力。咱的教会、咱的家庭、咱的工作的场所，会因为咱得到祝福。阿们嘛，三个来祈祷。阿爸，俾阮的上帝，阮恳求你帮助阮，会当拥有新的眼光、新的思想来仰望你、跟对你。阮嘛恳求你，赏赐阮有够野的智慧甲勇气，帮助阮活出精彩的生活，行出你所喜爱的生活。互众人因为阮来看起你的荣光，因为阮来得到祝福。搁再一遍，阮献上阮的感谢，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个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咱要先来行举行就任式。咱请搬着团契的会长邱志伟到头前来吼。是今仔日咱要三个伫遮，为着搬着团契有地位会长来做一个就任式，来咱请头前。咱伫众兄弟姊妹见证的中间，咱来宣誓。你先是伫家即边，嘿，你来徛中，毋免歹势。啊，嘿嘿，是。有地位，请你真足来听。你着坚固无摇掣，常常尽力伫主的工，搁着尽心尽力协助牧师配合教会，伫逐项的事务顶面做正兄弟姊妹的帮衬、祝福甲模样。所以遮有一个两个誓约的部分，请你有着讲有，袂着讲袂。你要领受搬着团契会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调兵也无？是有，咱看得出咱的会长真腼腆吼，跟我一样的害羞内向。你要领受这个职，你着外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你要安尼行也无？那我来宣告，我奉着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长会、小会官兵，设立你正做本会搬招团契的会长，要谨慎你本身的行为，甲你的所做，常常关心你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荣光上帝。请咱所有会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阮的兄弟中间有竞选、有地位来正做搬招团契的会长。阮恳求你保守因带伊，互伊有够野的智慧、够野的能力，伫搬招教会团契的中间，正做好的模样，有能力来引带这个团契。越来越更新，越来越日日进步。所以天父，阮的上帝，阮真正将伊交托伫手中，嘛愿意透过伊会当正做搬招团契，甲台北南门教会祝福，嘛透过伊会当正做伊家庭的祝福。所以，搁再一遍，阮将伊交托伫你手中，搁再一遍献上阮的感谢，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没有，你要介绍吗？还是你来介绍？好，这是咱新任的磐石团契的会长。其实我对伊无遐尔熟啊，所以甲总真正要叫我来介绍，我嘛唔知影讲安怎介绍会更较妥当，还是嘿？我来介绍一下吼，因为邱志伟伊已经参加搬招团契10几档啊，恁可能嘛有一寡人有听过伊的见证。伊即摆是伫竹南吼，伊是做半导体科技的。因为我今仔代讲，因哪会无穿西装啦吼，因半导体科技的拢穿安尼啦，吼，可能是低调奢华吼。伊即摆吼10几档，伊拢是足好的同工，伊嘛有真好的见证，恁若有机会吼，会使来聊一聊吼。搁有伊即摆嘛有伫组织2吼，伫帮忙教小朋友。伊读圣经，搁有迄逻辑整理吼，非常令人惊艳。所以大家有机会吼，会使来听看卖。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伊嘛有去青年团契吼，教因理财。吼，所以大家会使多多认识吼。若是恁有兴趣，嘛是会使请伊去团契熟悉一下，嘛会使转讲一下吼。邱志伟吼。大家认识一下。咱就是用普声甲接纳，嘛归荣光互上帝。是
是啊，煞招咱来奉献，请惠瑜执事，佮有祥宇执事来示献。大家来吟奉献的诗歌，请起立。会众请坐。煞只报告，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礼拜煞请老婆互相来请安交谊，会使到地下室做伙来享受爱餐。本礼拜是妇女团契来服侍，感谢主。今日就任搬石团契的会长。邱志伟完成保守祝福。每年的月历，2026年的月历已经送到教会伫1楼，每一家一份礼拜煞会使到1楼领取。洗礼，本会12月21号圣诞赞美礼拜要举行洗礼。若是有要洗礼的家人也是讲要为其他的教会转接到本教会嘛，做伙来报名。报名的拨时间来参加11月29甲12月6号2礼拜六早起的只要真理班。第5年度的事工检讨会学大牧师嘛有讲是11月22号要举行。请各组甲团契先讨论，拜之进前将明年度的事工计划交予黄干事来汇集第6配合圣诞节的布置等教会外有迄花园要规个重新来整理。即摆有一寡盆栽欢迎兄弟来认领，会使办公室来登记。第7圣诞歌11月20进前有早鸟价所以请大家尽速黄干事来登记。具体消息请大家带倒就是叶宏宇执事的老爸10月30来过身，享年95岁。预定是11月18要举行告别式。请为遗族来带倒。相连团契咱提醒后礼拜有例会有赖硕伦执事伊要专讲教会来了个暴走男外科请大家来参加这个聚会
啊，教界的消息，大家来看者。啊，上欢喜的就是咱进前有伫咱教会做新学生的蔡坤玉吼，伊传道书伊后礼拜日要伫台东关山教会吼弘历甲就任吼，咱恭喜伊，嘛为着伊来来代祷吼。啊，其他的代祷事项吼，请大家家己来看周报。啊，煞接咱做伙来吟平安礼吼，咱来做伙来吟啊，中间会使拍招呼者。圣诗398首，搭要散花，求主赐福，请做伙来吟。
愿被上帝的光今日照伫咱，愿被上帝用伊丰盛的荣耀，伫基督耶稣内面，互咱的需要一切拢充足。佮按照圣神伫咱内面的大能力，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对即时伫甲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灭倒避讳。